道路这个小河已经不用了。就当时我前段时我一直在赶架子去啊，我给你讲了呀。无啦。我前段回来讲，我跟见当时我前段我一个。随一个给你说明嘛，啊，你上咱有意见要反映哦。那麻烦。绝对有意见。麻烦咱迄个。跳外就要跳外路，跳外地方来无意见。哦，啊，请你上啊你。张药房厝工拆，讲路要拓宽好好，你即马拓宽，厝卡掉，园毁掉，一个啉农药死，一个伫准狗饮死，遐也自杀的。土建厝做时代长辈，然后人想袂开，发生什么意外，官府恁做帮凶，恁四线，但隔一个北港桥就差遮济。北港到新港，新港入新港庄，伊就做一个外环道路，为庄外出去，再搁西民用路遐过，咱袂当安做，敢若一定爱跳阮遮个路，阮伫遮60、70档遮生活做好势。你既然来好要跳，敢若讲要安怎补偿安怎补偿？你政府来咧欺负阮遮百姓，百姓感觉好欺负，我甲你讲实在啦，你若娱乐要从这几名落。原在无少到官老位一定敢行。真个拢老人呢。啊，要嫁一个大路，要嫁找一个朋友，就爱安尼，只啊安尼，啊，唔知去弄死袂，对无？你做愈宽愈危险，对无？你爱要会，敢若考虑到恁的利益，啊，敢考虑到咱后面的恁的生命问题，啊，到恁一条视线做好的时阵啦，才会百姓。伊要好气好强啦，哦，伊的生活起居啦，伊的做事空间啦，完全拢拍乱去。哦，啊，这是毋是感觉？本来咱的政府单位，咱的县政府单位是一个非常的好意，吼，要来为着咱交通的问题。但是你这个好意变成去影响到地方百姓。这乡亲时代出来反对这一条事要拓宽呢，其实地方人反映出来，家句咧讲的都实在。路宽嘛，老人要过时间加长，有危险性嘛。过来就是讲，要拆掉厝的，恁要出来，要讲听话，要创啥的，恁就爱讲啊，你先倒出来嘛，先维持出来嘛，讲啊，可能会拆掉拆掉对，你袂使整个迄落规条路人拢烦恼嘛。咱即个地方上，大家有真侪哦咧反映，亲像自救会有写200外即个定情诗，吼。200外份的定情诗，寄予张县长。张县长到目前为止，也无针对着咱道路拓宽造成的民怨，要安怎来解决，也无积极的一个回应。所以我伫遮，我嘛要求县政府今仔日张县长无法度来，恁来转达咱到。我伫议会内底，我嘛要求张县长针对着土建厝单即节一条视线拓宽。到底你的态度是如何？你有要听民众的声音无？或者是你就是3届说明会讲了，就是直接要来开路？我要求张县长爱表达伊的态度。好，伫遮我甲各位乡亲报告，谢谢，感谢。